就是你若用喙是耶稣做主，心信上帝，互伊对死人中起来，就会得到伊。因为人用心信，你才得到伊；用喙子，你才得到伊。圣经讲，伊若信靠伊的人，不必见笑，因为因太因拢无负累。上帝的主是正人的主，反正拢总有求伊的人是负累。因为伊若是叫主的名的人，要得到伊，都是因所了袂信的，太讨会叫伊；所谓听伊的，太讨会信伊。若无人传，太讨会听伊；若毋是奉请，太讨会传。照所记载讲，凡遮个好事的福音的，因的头部水到转移，拢是因毋是拢顺看福音。因为以赛亚讲，主啊，我所传的是一水神啊。安尼是出伫听，听是对伊做的回复，请无主讲过对捌是对听道到传播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细汉的时，我会当讲是主日学的模范生，因为阮兜住伫教会差不多5分钟的距离，所以每一个礼拜日我一定是上早到。我嘛非常爱去主日学，连通谈天的时，我嘛会看通好较细时去看教会敢有开。为什么我会遐尔爱？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非常看重出席，我非常爱背金句。因为若准时，若背金句，老师就互我一张贴纸。然后每日起来，每位互老师颁发第1名时，我就感觉非常的得意甲荣光。所以自细汉的时就看出我有一个小小法利赛人的因素。嘛因为安尼真侪金句不时会走出来，伫我脑海中出现，甚至我嘛会出口成章，写批也是甲人讲话时，嘛会当到几句的金句，互人感觉讲真受着勉励。但是后来咱入捌圣经。就知影讲话金句根本就是无用，亲像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31节，伊遐讲叫信主耶稣，你就得救以及你的家。有人看见即句就非常欢喜，想讲哦，我一个人若信耶稣就好啊，安尼我全家拢会当得救，真会好呢。但是这敢毋是安尼用？即段经文是保罗互管家的时所讲的。当保罗互管家半暝啊，讲到伊门互拍开。顾家的人想讲保罗因应该是逃走啊，无想到保罗因无，所以顾家大受感动。因知影讲，毋是啥物人来拍开即个监狱的门，是保罗因所敬拜上帝替因拍开监狱的门。所以就因为安尼，即个顾家的愿意来认捌耶稣，所以保罗就带伊甲伊的全家来甲因传福音，然后甲因全家洗礼归伫耶稣的名。这毋是一个连带法，讲哦，你一个人信，恁规家就挂保证拢会得救。这个因句的应用是透过这个顾家伊的信心，伊带伊的规家来信耶稣。另外，咱伫讲罗马书第8章的时嘛有讲过28节，当咱知万行事3角来，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掉的。而且万行事毋是讲所有的事，甚至毋是指好事，是特别咧讲好人。所以即句话会当用伫即个时刻，伫武汉肺炎即个开始发生的时刻，嘛可能是互咱遮互上帝呼召的人得到利益的时刻。你想讲，哪有得到啥物利益咧？我有可能得到啥物利益吗？即个利益有可能毋是经济上的利益，毋是物质上的利益。但是有可能是互咱的家庭生活、互咱的信用生活、互咱的灵魂得到换新的一个机会。所以毋是讲咱过去习惯安怎讲，咱就会当安怎讲。当咱知影这个经句因真正意思，咱就要重新来看待、来使用因。今仔日第10章，其中嘛有一句咱定定会无用，就是第9节。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，用心信上帝，互伊对世人中起来，就会得到救。哇，信耶稣哈尔简单，只要用嘴认，内心相信就会当。所以我拄着真侪传统信仰的朋友，因定定会讲：哎呀，恁信耶稣的人较简单啦，恁无亲像我吼爱拜这爱拜迄。确实，咱信耶稣非常简单。咱初一15毋免亲像因伫遐拜。
咱嘛无任何的欠损，但是叫安尼就够了吗？爱会记哩，这段话是保罗向犹太人讲话，所以第10章头前段，保罗讲起犹太人因的热心，因向上帝有热心，而且热心毋若是内心的火热，嘛因为因对上帝律法非常认真去遵守。所以，因会用真强烈的态度来维护上帝律法，亲像安息日的律法，因就规定百条安息日的律法。譬如讲，安息日袂当行超过偌远的路，安息日袂当摕超过2个打的无花果的安尼重量，因袂当煮饭，若破病，嘛袂当去互病会当好起来，你安那维持互病袂恶化安尼尔。所以咱看起来，这安息日的律法看起来，这规定非常的浮夸，但是咱嘛看会出犹太人因对律法的热心，因为咱知影要遵守这律法，真正是非常无简单。亲像咱知影，真侪人无爱守规矩，就亲像咱即阵仔有真侪人对国外转来，照这个规定，因需要爱去处理，爱伫遐自我隔离。但是咱看到的新闻就是安怎，有个人1、2天就挡袂牢，已经出来拍走。所以律法规定是咱非常无爱遵守的，但是咱看见这犹太人，伊是几千年以来拢去遵守这个道理。所以保罗非常了解伊的同胞的热心，因为伊讲伊过去就是一个安息人，伊是受到犹太律法的教育。伊伫犹太社会宗教会当讲是非常悬的地位的一个人，但是嘛因为伊认捌耶稣，所以伊知这个犹太人的热心是行毋对方向，就亲像伊共款以前嘛是用安尼热心伫遐压迫耶稣的教会。所以保罗讲安尼的话，是因为这犹太人已经有一寡宗教的基础，因知影上帝。因知影说应允的比赛啊，但是因的问题是安怎？因的问题是无将这个甲耶稣来结连起来。所以有诶伫信耶稣了后，也想讲伊要靠遵行律法来互上帝称罪伊。所以保罗伫遮无责备因对律法的热心，是甲因讲：你毋免遐尔啊辛苦啊啦，因为基督做律法的结尾，地到义归伫既若信的人。保罗甲因讲，只要恁接受耶稣基督，恁就会当接受上帝的恩典，恁就毋免靠遵行律法遐尔啊辛苦来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咱看见保罗伫遮带心爱因用嘴认耶稣做主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公开宣告耶稣是我的主。咱伫即话咱活伫自由的国家，这真简单。咱毋能尊重咱的信仰，但是伫罗马统治的时代，若一个人宣告耶稣是伊的主，等于伊是叛国，因为罗马统治才是所有的人应该敬拜的对象。另外，保罗伫遮用的主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上帝，但是对这犹太人来讲，因敬拜是上帝，毋是即个互定义是一个耶稣。所以保罗因安尼字眼对因来讲，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就是讲，你若真正伫嘴认真宣告耶稣做你的主，就表明耶稣是上帝，就表明耶稣赢过世间的君王，甚至是罗马帝国的君王。所以咱知影会当理解，伫遐尔简单的情形下面，要用嘴宣告耶稣做主，这除非有信心的感动。若无一个人是讲袂出来，因为外在环境是遐尔压迫、遐尔恐怖。所以保罗嘛伫哥林多前书有讲，若毋是互信心感动的，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第二项，保罗爱因用心来信上帝，互耶稣对死人中来国活。当时有真侪人认为耶稣无国活，是伊的学生将耶稣的身躯偷摕去。但是保罗讲，恁这信耶稣的人，爱对内心相信上帝和耶稣对死人中国活，因为耶稣的国活，这是上帝主动的行动，
为着就是要完成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。所以保罗，咱看见保罗就是用过去遮犹太人因所知影的，但是因无用信心去理解遮个话，帮助因将遮个甲耶稣结连起来。但是，请咱注意的是，用喙认耶稣做主，甲用心信上帝，互伊对世人中国话，这毋是两件代志，这是同一件代志。因为你喙所宣告出来，一定是你相信的，你所相信的，才会当对你的喙来宣告出来。所以，伫即个经文中间第一个信息，就是伫遮讲，这犹太人要安怎来得救？虽然这犹太人有真侪宗教知识，因嘛有行为，因遵行律法，但是因较欠少迄个信心。所以伫遮保罗拍开因的目睭，便看出即个信心是起造伫耶稣基督即个基础的顶面，并且嘛互因知影，信心是去到上帝遐唯一的一条道路。即条道路毋但是为着犹太人拍开的道路，即条道路嘛是为着所有人平凡的道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感觉咱真有福气。因为这个观念对于犹太人来讲真恶得接受，但是对咱来讲是遐尔简单。毋过嘛，因为咱定定误用这经文，有的人认为讲我只要我喙来承认，我内心相信就够了。但是咱的喙若讲咱家己拢毋相信的话咧，这毋但是家己骗家己，嘛是去骗别人、骗上帝。所以耶稣嘛警告安尼的态度，你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，就是一个人伫厝里讲主啊主啊的安尼人，无一进入天国，独独听我伫天地的地的旨意的正话。耶稣讲，有喙无心的人是无法度入天国的。所以咱遮自称是基督徒的，咱会伫甲人讲话时，会伫咱敬拜时，咱做信仰的宣告。咱用信仰告白，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咱会甲别人讲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表面看起来咱有伫背信仰告白，表面看起来咱是伫唱诗歌，表面看起来咱委身伫上帝国的事工。但是咱敢真正降服伫上帝主权呢？咱真正敢有遵行伊的旨意，也是咱敢若伫喙里讲主啊主啊。所以基督徒伫看即段经文的时，咱搁较爱提醒家己，咱除了用嘴宣告、内心相信，咱搁要扩大一项来证明咱家己是得救的，就是咱的行动。虽然咱毋是靠行为来互上帝称做义，但是咱的行为若互上帝名见效，咱嘛袂当讲我是用嘴认耶稣做主，我是用心来信上帝，互伊对世人中国我。第二，咱来看保罗安怎讲，即个得救会对犹太人扩展到所有的人。但是第14节到21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果，好亲像是犹太人问一个问题，然后保罗回答，然后伊佫问第二个问题，保罗佫回答。所以第14节到21节当中有4段安尼的方式，所以咱来拆开来看，会当较好理解即段经文。第一段就是保罗想象的一个犹太人，伊听完伊头拄仔所讲的这论说了后，会问讲：啊，因为无人传啊，我是要怎听见咧？既然我毋捌听见，是要安怎相信咧？我无相信，是要安怎来求救伊咧？这听起来真有道理。无人甲伊讲过，伊是要安怎听见？要安怎来相信？要安怎来求救耶稣咧？但是保罗用因非常尊敬的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回答因，传这个故事的福音咧，因的骹步水到怎样？保罗用先知的话甲伊讲，你袂当讲无人传福音无恁呢，因为早伫以赛亚先知的时，就将以赛亚的信息传互恁啊。再来，保罗讲，这保罗所想象出来这个犹太人会反驳讲。你若讲有人传过，但是犹太人无听谈这个话啊。保罗回答因讲：
实际上，以色列人唔愿意顺太，毋是伫即马有诶，早伫以撒先知时就有啊。所以先知才会问讲，主啊，阮所传诶有一罪信啊。过来，保罗所想诶即个犹太人，嘛是中国第一个问题，讲我坚持犹太人嘛是无听见。但是保罗伫遮引用诗篇19篇第4节讲。因会准情献伫天下，因会言语教义地极，而且因是指上帝的创造物，就是指人类以外的物件。而且犹太人讲，阮无听见哦，我无听见哦，我坚持我无听见哦。但是保罗讲，上帝基产创造物，拢将上帝遮个敬拜、上帝遮个声音、弥撒信息、得救的救恩。透过因已经传遍天下，传到地极，因哪会当讲因无听见咧？落尾，即个犹太人讲问讲，以色列人无了解，安尼阮是要安怎咧？保罗伫遮引用两段旧约圣经节，第一段是申命记32章21节，因用迄个毋是上帝的结果的制度，用因的附计面了我上帝，我就用。毋是做百姓的结因的制度，因愚妄的国民也因会受气。伊用第二段圣经是以赛亚65章第1节，并说未捌问我的，当我互因问；未有找我的，当我互因拄着；未有求叫我的名的，我对因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这两段经文是啥物意思咧？以色列人问讲：啊，阮以色列人无听过啊，安尼是要安怎咧？但是保罗甲伊讲，自古以来，上帝的名，若是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上帝的名，当上帝福音传到外邦的时，这外邦的人就祈求，就真靠我，因想要求叫上帝的名，因就找我，然后我就为因找见，虽然因是外邦人。这上帝，保罗用这两段经文，就是甲遮个以色列人讲。恁毋知影，恁拢讲恁毋知影，但是当上帝的名传到外邦的时，遮外邦人就知影啦。恁哪有可能毋知影？这结论来讲，第14节到21节，就是保罗认为犹太人伫甲耶稣结人的即个问题内面，毋是无人甲因讲过，毋是因无听过，是因为因太过无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嘛去提醒咱，咱拢盼望咱身边的朋友得救，咱拢盼望人人得救。第一项，咱就要摒免伫信仰上的无知。不管是因为咱无重视信仰所产生的无知，也是咱有意无意、无当做一回事的无知。因为无知毋若是骗家己，无知嘛是去骗别人。当咱听道理、信道理，互耶稣的道理改变咱。虽然咱无法度真做是一个圣经的老师，但是非常自然，别人会当对咱的行动看见耶稣，这就是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毋是去发起一个行动，然后大家去讲出去，伫遐讲耶稣的代志，结束。好啊，我今仔日有传福音吗？毋是。传福音是应该咱即个人表现出去的，就会互人兴慕信仰，想要看出讲是什款的快乐，伫你的内面产生遐尼大的改变，是甲其他人无共款的一种的快乐。所以这才是叫做传福音。所以咱会当从即个英文来看做一个公式，就是讲咱其他四周围的人会当得救。但是，咱家己爱听道理，咱爱相信道理，然后咱就去传道理。所以这内面上重要基础是啥物？就是听嘛。咱爱先听，咱才会相信，咱才会当去传嘛。但是听，敢毋是非常自然就会晓的吗？其实听非常需要学习啊训练。亲像今仔日。有真侪咱的姊妹伫厝里是透过直播去做礼拜，我想你一定真会当体会到，
恁平常时坐伫教会1点钟，恁会当真专心，但是你厝里1点钟坐伫手机啊，或是电脑头前是非常的困难。因为可能你坐5分钟，就想讲我来去电视一下，佫坐5分钟，就想讲我要听一杯茶一下，佫较免讲是手机啊，当来当的时，你会想要看讲到底是啥传到你即个信息。所以听是需要训练。我拄甲格里汉牧师的第3代，就是威尔格里汉，有教导咱安怎来听道理。第一，就是咱规礼拜都爱祈祷，为着牧师的讲道准备，为着家己会当备办心灵来祈祷。第二，练灵爱备办好势，主日早起你就爱备办你的心灵，毋通假伤济的其他的心思意念。伊会当祈祷，祈祷上帝会当对你，还是对其他的兄弟姊妹讲话。到伫教会了后，毋是伫遐开讲，是为家己祈祷，求上帝保守听道理的时。就是提早到教会，互咱的教会第一场9点半做礼拜，你毋通9点29分，还是9点35分才来到教会。咱较早来到教会，提早来为着家己来祈祷备办心。第四是拜六暗时较早困，拜六暗时真侪人真爱看电视看啊真晚，但是做礼拜时就来拄久，安尼是无正确的态度。第五，坐到上前的即个位置，我想这是对咱来讲嘛真挑战。咱以前正常做礼拜时，咱头前这几排拢是无人坐，大家拢爱客伫后面，客到满，但是前几排都无人坐，但是威尔格里汉牧师教示咱讲，咱爱坐伫上前排，坐伫上前排会当帮助咱更较专心。第六，关掉咱的手机啊。第七，带笔甲笔记本，会当记录即个讲道的笔记。第八，管好你的心思意念，伫做礼拜时，咱会当专心伫听信息，敬拜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话，是世界其他代志无法度来相比的。第九就是讨论讲道的信息，伫讲道线，你会当甲其他人做伙分享今仔日你所得到的感动，也是互你的挑战。特别咱即马真侪人伫厝里敬拜，咱伫中昼食饭的时，就会当分享咱所听见的信息。第十就是复习信息，互咱会当将信息来抄落来，祈祷求上帝，互你有机会会当伫未来日子会当运用到即段经文。其实咱看见这毋是啥物特别的方法，咱拢知影，所以咱更较需要提醒家己爱去做。避免落去亲像遮犹太人无知的地步。圣经对无知有真大的责备，富有信欲拢有。亲像伫申命记30章第60节讲：愚妄无知的百姓啊，恁安尼报答上主吗？伊竟毋是你的老爸，买你的吗？又创造你，建立你。比如所书第4章18节。因的心思黑暗，激动伫上帝外面，是对因毋知影。因的心刚硬。彼得前书第1章14节，亲像顺摊的囝，无趁早前伫你毋知影时的需要，伫遮咱看见，拢总伫提醒咱袂当无知。所以无知真做即段经文内面，今仔日罗马书第10章即段经文内面。犹太人所使用的借口，这嘛真做咱的境界。咱比犹太人搁较知影旧约圣经，咱嘛明白耶稣，咱嘛有教会，咱嘛有网络，种种遮方法来帮助咱来追求信仰上的进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袂当搁用无知来真做咱的借口。但是我感觉有一种无知搁较恐怖的，就是。我知影，但是我无想要去做的即种无知。我拢知影，我拢听过啊，但是我就是无爱想要去做。咱虽然读圣经，但是咱读圣经当作是一篇搁一篇的故事。咱认捌耶稣，但是咱将伊当作是历史上的伟人。咱若是一个安尼的态度，就是将信仰当作宗教去看待。
但是咱知影宗教是死的，就亲像真侪毋是基督徒的人，因嘛伫研究基督教，因为因将基督教看做是一种的学问。但是咱知影信仰是活的，就是咱对一个人，咱对一个物件、一项代志，也是一种观念，保持坚定不移的决心。所以咱知影，当咱信仰耶稣基督边上，咱信耶稣会当救咱对死过活，会当互咱的罪得到赦免。咱信耶稣所教、所传的教示，咱信耶稣伫咱信仰中间所互咱的这个救赎，咱相信这个，咱坚定不移。但是当咱坚定不移的时，当咱真正做到安尼时，别人就会当对咱的内心来看出咱所相信的信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千万毋通讲我信耶稣基督，一个基督教，我是基督教徒。咱毋是一个教徒，咱是耶稣的学生，咱是门徒。所以，毋通讲今仔日即段经文会当帮助咱，除了思考家己的性命是毋是真正有得到救以外，嘛互咱会当用性命来活出咱所相信的信仰。其实教会毋免有真侪传福音的事工，因为咱本身就是伫传福音嘛。但是咱本身若无做着传福音，可能教会就要做真侪传福音的事工。所以我想，伫即段期间，伫即段疫情的期间，咱真侪教会，也是真侪兄弟姊妹，咱的活动拢有减少，所以咱有真侪时间会当空出来。毋通讲咱无浪费，会当去用较侪时间，咱会当来去做咱家己的信仰。所以，望兄弟姊妹当伫即段期间内面，咱会当去敲电发耶稣，咱做伙来祈祷。